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56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62天。前线总共记录193次战斗。乌克兰在苏梅战线动员约4万名精锐部队，对俄控制区域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攻势，令俄军多个单位溃败，尤其是俄军的第30摩托化步兵旅、第115与第810海步旅损失惨重。目前苏梅前线已成为北线最激烈的交战区之一，乌军正借由地面推进、特战突袭与无人机打击等手段，逐步重新夺取战场主导权。各方评估认为俄军若无法迅速稳住阵地，整个北线战局恐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同时，乌军对俄军本土乌东目标的打击也正在加剧，尤其在库尔斯克攻势越来越凌厉，有迹象显示乌克兰很快将会发动更大规模。过去一周俄军在第聂伯罗河三角洲的进攻行动较一周前激增了 55%， 覆盖范围从扎比奇岛到科祖尔斯基岛到安东尼夫斯基铁路桥的整个岛屿区域。此前较少发生冲突的岛屿，比如降金岛、比洛鲁迪岛也发生多次交火。同时，俄军的 FPV 无人机日均使用量达到了220到250架次，增幅 10%到 15%， 空袭频率同步上升，日均发动5到7次非制导空击导弹袭击。最近关于这个俄军已经占领了这个乌克兰的卡索菲尔，双方说法大相径庭。本来是媒体还有这个自媒体说法不一样，今天双方的这个国家元首纷纷出来，说法也是大相径庭。首先这个泽连斯基他发了个视频，他说今天俄就攻占卡索菲尔一事撒了谎，这是俄罗斯的虚假信息，乌克兰部队正在保卫我们的阵地，俄的每一次推进尝试都被击退了。也就是泽连斯基否认了俄军占领了卡索菲尔。但是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说基辅否认卡索菲尔被俄解放，说明不太了解前线情况。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如果乌克兰领导层否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重镇卡索菲尔已被俄军解放这一事实，那么就说明了他们不太了解前线的情况。普京指出，乌方关于我方相关消息不准确声明，说明乌克兰最高政治领导层对事态发展不太知情，这就是他们的问题了。这个你看俄乌双方各执一词这些原版的视频网上都有，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个乌克兰的南方国防军否认卡米安斯克村失守。针对俄军占领扎波罗热州瓦西里夫斯基区的卡米安斯克村的报道，乌克兰南方国防军予以严正否认。乌军声称该村北郊及东北郊任由乌军控制，局部战斗持续进行，局势极其困难，但是充满活力。乌军持续坚守防线，重创俄军攻势。扎波罗热州军管局局长费多罗夫同步澄清，虽然俄军发动了突击，但是该村被占绝非事实。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近日亲临前线部署增援，强化防御。此前分析机构深层政府曾称俄军控制该村并且推进战线。另据乌克兰南方国防军透露，俄军在奥里西夫方向空袭频率增加，普拉夫尼等定居点遭俄军空袭。乌克兰军方呼吁民众仅信任官方信息，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为什么最近双方的报道大相径庭，这个战场上的消息也特别多？我认为这个也是个正常现象，因为在特朗普对吧，最后给普京10天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俄军是攒足了劲疯狂进攻，在各个战线上。由于这个乌军的兵力和这个军事后勤就是军备恐怕略弱于这个俄军所以说目前乌军很有可能是占据一个被动的地位，部分阵地被俄军夺取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这个俄军他是掌握主动，对吧？他是发起进攻一方，他是以人肉冲锋为代价消耗战，因为就这几天的时间了，能抢到就抢，抢不到后面非常被动。所以我很有可能一些关键阵地确实被俄军占领，但是双方呢并没有就此
这个止步，那就是乌军恐怕还在反攻，战斗啊是一种焦灼状态。当地时间2025年7月31号，乌克兰的基辅啊，俄罗斯导弹袭击后的火灾现场，说这个7月31日，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截至目前，俄罗斯在30日夜间至31日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6人死亡，155人受伤，超100栋建筑受损，包括居民楼、学校和医疗机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啊，俄军此次共发射300多架无人机和8枚导弹，主要目标为基辅，同时波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等。乌空军表示啊，拦截了28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但仍有部分击中目标。这个也是特朗普为什么失去耐心的原因之一啊。每次给普京打电话沟通，电话里说的都非常漂亮，非常有礼貌，愿意和谈，但是一挂电话，乌克兰就要挨炸。这是特朗普自己总结的啊。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捷克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涉及防空、电子战和远程武器领域。乌克兰国防部长施米加尔在与捷克总理顾问叫波亚尔会晤后宣布，捷克正为乌克兰准备新的军事援助包，重点放在防空系统、电子战以及增强远程作战能力上。双方讨论了当前和未来几年的弹药供应时间表，以及发展捷克倡议机制的计划，以确保国防军获得必要的弹药。这个捷克负责给乌军采购这个炮弹。双方还讨论了扩大国防工业领域合作的问题，特别是一系列联合项目已经启动，其中包括炮弹和步枪、布伦2步枪的生产，并考虑捷克成立新的合资企业，乌克兰公司将参与其中。这就在捷克生产起。施米加尔补充道，衷心感谢捷克政府和人民在乌克兰走向公正和平的道路上发挥的领导作用和一贯的支持。这个捷克这2年支持力度可是很大呀，帮助乌克兰解决这个炮弹的危机啊。德国联邦国防部8月1日发布声明说德国将再向乌克兰移交2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系统组建的方式在未来几个月陆续交付。德国此前已向乌克兰移交了3套该系统。声明说德国将在未来几天先向乌方交付发射器，此后在2至3个月内分批向乌克兰交付其他系统组件。这一安排是在德国与美国及北约盟国磋商后做出的，购买资金由德国提供。声明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德国将最先获得新生产的爱国者导弹系统，也就是德国掏钱以旧换新，把旧的爱国者送到乌克兰去，然后从美国买新的爱国者补充自己库存呢。8月1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 X 社交网络上发表声明称，北约将在爱沙尼亚部署欧洲战斗机。北大西洋联盟在声明中表示，意大利欧洲战斗机已完成在罗马尼亚的任务，并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重新部署到爱沙尼亚。此前，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沃指责北约将波罗的海地区变成了军事对抗地区。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表示爱沙尼亚共和国已准备好接收携带核武器的北约飞机。据这个佩夫库尔介绍，能够携带核弹的 F-35战斗机已经抵达爱沙尼亚，并将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守卫爱沙尼亚里。匈牙利空军已将其麾下的4架鹰狮战斗机调至立陶宛的西奥利埃空军基地，这是北约国家参与波罗的海地区空中巡逻任务的新一轮兵力轮换。此次巡逻任务明确针对俄罗斯，即匈牙利空军将承担其保卫波罗的海地区免受俄罗斯威胁的职责。匈牙利与西班牙空军部队将接替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驻军。这项行动是北约一体化空中巡逻体系的一部分，旨在保障欧盟盟国的空域安全。这个匈牙利不是跟俄罗斯眉来眼去吗？把这么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交给匈牙利，靠谱吗？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他说，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和吉姆·里斯提出了和平法案草案。该法案规定，在美国财政部下设立一个特别基金，用于购买武器给乌克兰，资金来自盟国的捐款。根据新方案，该基金的资金主要来自欧洲伙伴，特别是德国和英国。该基金的年
年度预算预计为50亿至80亿美元，这些资金将用于资助向乌克兰提供美国武器以及补充美国军火库。威克解释他说和平法案将使军事援助转移过程更快更有效，同时加强美国和北约在与俄罗斯对抗中的安全。据该报道说该法案在白宫的初步磋商中已获得积极反馈，预计该法案将在2025年底前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正在起草的年度国防法案的一部分提交投票。五角大楼已下令采购价值35亿美元的 AIM-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供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多国使用。该型中程导弹具备超视距打击能力，是 F-15、F-16 以及 F-22 战机的主力武器装备。乌克兰此前已从美国获得过该型号的导弹。德国准备订购8500辆装甲运兵车以及20架欧洲台风战斗机，以对抗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雷乌斯周一向议员们介绍了政府将德国武装部队转变为欧洲最强军队的优先事项，也就是德国已经叫势不可挡的崛起。安理会于周四上午应俄罗斯联邦请求召开会议，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议程下，就乌克兰局势进行审议，重点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问题。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波利扬斯基在发言中表示他说许多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虽然在外交场合表达对和平的支持，但其实际行动显示并无真正结束冲突的意愿。他指出，当前局势已演变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全面代理人战争，而乌克兰则成为代表西方利益作战的军事私人公司。他称这种做法是乌克兰致命的战略错误，并表示乌克兰人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发声的能力，否则他们本应反对战争的持续。他强调，俄罗斯仍准备重启伊斯坦布尔谈判，同时重申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包括和平生活和免受邻国威胁的权利，绝不容让步。这个就是赤裸裸的典型的强盗逻辑。一个强盗跑到别人家去抢东西，完了之后还嫌邻居对吧，帮这个受害者。你们如果不帮他，这个事情结束了，东西我都抢完了，对吧？他都已经被我赶出去了，他们家就是我的了，这不就没有战斗了吗？这不就和平了吗？这本来就1小时22分就结束的事，被你们整的你们这是拱火浇油，又是给他武器，打到现在旷日持久，痛苦的是乌克兰，对吧？你们只要装作没看见，你们应该要做的是劝乌克兰投降，不要反抗，要闭上眼睛享受，这事情不就过去了吗？这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强盗逻辑为什么仗打到现在，是因为你们不停的在给乌克兰送武器，导致他现在都不投降。所以说你跟这个强盗没有理可讲，他们只能听得懂大炮的声音。所以这个特朗普是不是一开始对俄罗斯对普京还抱有幻想，对吧？从他竞选的时候就说了，他以为他给普京让点力特朗普他以为我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然后乌东4个州你俄罗斯事实上占领，但是这个乌克兰他不承认，也就是以实际控制线为主，但是就是不能算你俄罗斯的。然后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然后这个美国和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是特朗普开出的价码。结果普京根本就不理，因为他想要的更多。俄军占领的是俄罗斯的，俄军还没占领的那也是俄罗斯的。特朗普给普京打了多少个电话，每次一挂电话，乌克兰就要挨一次炸，一次比一次炸的厉害。但是在电话里面，普京那是各种同意和谈，对吧？各种和平建议，各种跟美国合作，甜言蜜语，花言巧语。终于特朗普忍不了了，一个人被别人总是耍了大半年，不合适吧？按照卢比奥的说法，特朗普的耐心已经消耗殆尽。所以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日说他鉴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美国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特朗普也说了我不知道这些制裁有没有用，但是我就是要制裁。甚至这个特朗普还称俄罗斯非常恶心，令人作呕，看着是真把特朗普气得不轻大家看视频Russia today hit Kyiv with missiles and drones, more than 100 people, kids. I think it's disgusting. Russia, I think it's disgusting what they're doing. I think it's disgusting. This is Biden's war. It's not my war. But I said if I get in, I'll try and get the thing stopped. But I think what Russia's doing is very sad. A lot of Russians are dying. You have a lot of Russians, more Russians are dying, but Russians are dying, Ukrainians are dying. The United States isn't really involved in that war. It shouldn't be. And by the way, I made a deal with NATO where NATO pays us for everything that we send. We send them
ammunition, missiles, etc. And we're not paying anything for that war. But I will tell you this: it should be stopped. It's a disgrace. And the ones that are dying are they're losing 7,000 now. It was 5,000. They're losing now 7,000 soldiers a week, Ukrainian soldiers and Russian soldiers. And they're also losing people now in the towns and cities because Putin's hitting them with rockets. No, I think it's disgraceful. 俄罗斯很可耻，双方每周大概7000个士兵死亡，把特朗普啊这个确实气着了。关于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最后通牒啊，从50天后来变成8到10天，对吧？现在说我马上就要采取制裁了，对吧？一次比一次啊，这个时间更紧。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啊，今天跟普京两人呢，这个不知道要干啥啊，要接受媒体采访。这个卢卡申科啊，他先上来啊，批评特朗普对俄罗斯提出了最后通牒。他说，如果特朗普真想实现和平，那就该谨慎扎实的介入，这可不是搞政治的方式。卢卡申科表示啊，他还批评了泽连斯基呼吁与普京会面的做法，说泽连斯基在那儿喊我要和普京见面，你喊什么呢？你们先准备好再去签协议，把特朗普也叫来，把马克龙也叫来，但首先你们得准备好，而他们并不想这样做。卢卡申科说啊，这个卢卡申科这小子啊，这个真面目也是暴露无遗啊。这个卢卡申科本来是在拍普京的马屁，他在说这个俄军啊，取得胜利，节节胜利啊，说俄军在前线一步一步的推进，说啊他们会咬下一块占领，然后继续向前。结果卢卡申科这个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啊，普京这个当时就觉得要纠正他。普京说不是占领，是拿回来，本来就是我们的土地，我们是只不过把它拿回来，怎么能叫占领呢？这个卢卡申科啊，继续向这个泽连斯基喊话啊，说乌克兰必须立即求和。这个卢卡申科还说啊，欧盟与俄罗斯联手将强于大国。你看看啊，这个卢卡申科的狼子野心啊暴露出来了，他想停火，现在跟欧洲搞关系，跟欧盟啊，然后俄罗斯和欧盟要联手，对吧？要比大国强，这是卢卡申科说的啊。这些黄俄，对吧？还一心一意的肝脑涂地的支持俄爹赢，对吧？俄爹越打越有钱，俄爹越打越强悍。这俄爹现在还没停火呢，就琢磨着跟欧盟要搞关系，对吧？要超过大国啊。面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最后通牒啊，这普京呢他也表态了啊。普京说啊，至于任何人的失望，那么所有的失望他们都源于过高的期望，这是一条众所周知的普遍规律。但为了解决问题，需要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深入对话，而非公开场合，这需要冷静的去做。谈判进程需要安静，而这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大家看视频啊。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каких-то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кого бы то ни было, все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я, они возникают от избыточных ожиданий. Это известное общее правило. 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дойти к решению примерно путем, нужно вести обстоятельные разговоры. И не на публике, а это делать нужно спокойно, тиши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именно для этого мы предложили создать 3 группы, о которых вы упомянули. В целом реакци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была позитивной. Мы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что мы можем вести таки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без камер, без всяк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иска, в спокойном режиме и искать компромиссы. Они пока не заработали, эта работа пока не началась, но в целом, повторяю, первая реакция, как нам показалось,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была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й. Поэтому мы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на то, что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будет запущен. 实际上，普京啊就比较委婉的拒绝了特朗普的这个什么最后通牒啊，他还嘲讽特朗普，对吧？你的期望过高，所以你才会觉得失望，而且还说特朗普啊，你不会谈判难，在这种公开场合喊话，那叫谈判吗？谈判就是咱俩人私下的打个电话，你把什么玩意都公之于众啊，大庭广众之下怎么谈？天大的事情啊，对吧？这只是一小撮人、小部分人在底下决定的，越是拿到这个媒体上，拿到这个公众中去吵吵嚷嚷，那个都搞不成事。这就是普京的意思啊。谈判进程需要安静，不能让公众知道。这知道了，那你乌克兰怎么割让土地啊？不过普京啊，他在答这个记者问的时候，他也说啊，俄罗斯期待与乌克兰的谈判能够继续下去。但被问及如何评价与乌克兰谈判的进展和前景时，普京指出，谈判始终是必要的，而且非常重要。他强调，特别是如果这是出于对和平的渴望，我总体上对谈判持积极评价。
评价。普京表示啊，他说俄罗斯期待与乌克兰的谈判进程能够继续下去，同时他强调，为了和平解决问题，必须进行深入对话。就在普京发出希望在乌克兰建立持久且长期和平的声明后这个泽连斯基马上就回应他说我们见证并支持特朗普总统为结束俄罗斯的战争、结束一切杀戮、实现有尊严的持久和平所做的努力。我们感谢世界上每一位支持和平事业、帮助我们保护生命的人们。我们听到俄罗斯的声明，如果这是他们认真准备有尊严的结束战争并建立真正持久的和平的信号，而不仅仅是试图为战争争取更多时间和推迟制裁，那么乌克兰再次确认随时准备在领导层面进行会晤，也就是泽连斯基和普京直接会晤。他说我们明白俄罗斯是谁在做决定，谁应该结束这场战争，全世界也都明白这一点。乌克兰提议从技术层面的交换声明和会谈转向领导人对话，美国提出了这个建议，乌克兰也表示支持。这个泽连斯基意思说这可是特朗普的要求，对吧？直接领导人对话，我们乌克兰表示无条件支持。这个特朗普又说了不仅他通过这个媒体向普京喊话要制裁俄罗斯，他要准备派这个特使叫维特科夫8月1号访问以色列后前往俄罗斯。特朗普说不管你信不信，他将前往俄罗斯。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维特科夫去最后通牒。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他说从常规军力来看，俄罗斯无法对抗美国，甚至无法对抗欧洲的许多国家。这个卢比奥说他说俄罗斯在常规武器方面不是很擅长，他们几乎总是不得不依赖其他手段，比如在战场上使用战术核武器，以某种方式升级，从而努力降级一场战斗。所以你会担心这个，我们甚至不应该去想它，因为那对任何一方来说都不是可行的。现在这个特朗普我感觉在正确的道路上是越走越快。有很多人说美国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或者2级制裁这些效果都有限，因为这个俄罗斯已经免疫了，对吧？你制裁它有别的道。我觉得只要特朗普制裁，只要特朗普出招，那都是好事。很有可能制裁不能立竿见影，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特朗普要上头，特朗普要越来越愤怒，特朗普要越来越觉得自己很失望、无力感，觉得自己被普京耍了。只要特朗普一上头这事情就好办了，对吧？特朗普很有可能给乌克兰更多的武器，对吧？给乌克兰远程武器援助升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2级制裁不一定马上就起作用、立竿见影，但只要特朗普这么在这条道路上继续下去，迟早是要跟普京撕破脸。这个泽连斯基他发了个视频，向这个国际社会呼吁要更迭俄罗斯政权。他这么说的，他说我相信可以迫使俄罗斯停止这场战争，他发动了战争就可以强迫他结束战争，但如果国际社会不寻求改变俄罗斯政权，这意味着即使战争结束后，莫斯科仍将继续试图破坏邻国的稳定，他将继续为此投入巨额资金、资源，甚至可能是生命。普京的一个关键理念，也是如今俄罗斯社会的主流观点，那就是俄罗斯的边界止于他想承认的地方。这个恐怕这不是什么秘密。特朗普对俄罗斯实施2级制裁以后首先第一刀先砍向这个印度8月1号，彭博社报道说，至少有4艘载有俄罗斯石油的油轮被困在印度西海岸。消息称，这4艘油轮被困的原因是在美国和欧盟的压力下，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成为焦点。涉事船只只是受制裁的阿卡琉斯号和埃利特号停泊在贾姆纳格尔附近，另外2艘油轮叫德斯坦号和霍兰号则停泊在更远的海域。4艘油轮没法靠岸，这个印度人不要了。据报道，印度因担心美国对其商品征收100%的关税，上周印度国有炼油厂已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据悉，这涉及印度石油公司、印度斯坦石油公司等等也就是俄罗斯现在搞送货上门人家也不要了，包邮人家也不要了，这惹不起特朗普特朗普真要加100%关税所以另外一个印度恐怕也快马上拒绝接收这个来自俄罗斯的石油。这个因为另外一个印度它很多这个卡车汽车被俄罗斯拒绝。这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俄罗斯联邦技术监督与计量局表示，根据检查结果，该部门决定禁止中国东风、福田、一汽和善德卡品牌的一系列型号卡车和底盘对俄的出口和在俄销售。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